主管感谢你，搁一摆伫主业圣日，我会通福分万影兄弟敬拜你，你的神甲阮在地上同在，万信因能共同伫你为咱支持，阮唱出欢喜的声，引传兄弟敬拜你，愿你的神甲阮同在，你荣光显现伫咱的礼拜里头边，你来讲坛，阮通通过咱的敬拜，每一个兄弟都通一直听听用心在出发。阮用今仔日早起的敬拜，敬主你的手中，感觉得靠主圣主啊。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搁一条仔久，就要开始今日的主日礼拜。请咱备办心，那准备心，来开始咱的做礼拜。宣调，你着专心倚靠耶和华，毋通倚靠你家己的牛。伫你一切所行的事，拢着认伊，伊要指点你的路。这是咱请敬拜赞美团带咱来阿罗上帝。感谢主照着敬拜甲诗歌来对咱讲话，来清起咱心互咱搁一摆将焦点来放伫上帝。若是方便邀请大家一同起立咱会当用心灵也诚实来学乐，甲正天使正圣道伫永远内面来敬拜伫地灵亲像伫天灵。咱这是来用台语吟第一首《咱担自责》。咱担自责，伫你宝座前敬拜，圣洁的主，你甲阮同在。每一日你拢想事到夜的快乐，因带我行信心的山谷。咱担自责，伫你宝座前敬拜，圣洁的主，你甲阮同在。每一日你拢
拢想事到夜的快乐，因带我行深深的山谷，顺境恶路。圣洁的主，你甲阮同在，每一日你拢想事到夜的快乐，因带我行深深的山谷，顺境恶路，逆境恶路，你安排阮当听着。差错，顺境恶路，逆境恶路，我欢喜顺坦行天路，顺境逆境恶路，顺境恶路，逆境恶路，你安排阮当听着袂差错。是的，主啊，感谢主，无论顺境逆境，我们都要高声赞美，因为你永远掌权啊，如同亚伯拉罕走未知的路，我们也勇敢踏出跟随你的脚步，深信主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凡事都有神的美意。我们继续以祷告的心来敬拜。当我在患难之中，我仍要信靠耶稣，你是我的一切，我心所依靠的。当我的心动摇时，我仍要赞美耶稣，你是我的盼望，我心所依靠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永远掌权。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永远掌权。感谢主，我们再从头再唱一次。当我的心动摇时，我仍要赞美耶稣，你是我的盼望，我心所依靠的，你是我的盼望，你是我的盼望，我心所依靠的。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永远掌权。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永远掌权。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永远掌权。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永远掌权。你是我的诗歌，你是我的诗歌，我的避难所，叫我抬起头的神。感谢主，我们持续站立。这时，请咱继续起来，咱用书读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伫十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毕业都林内受苦，定时过死埋葬落冥府。第三日为上中国活，上天担坐伫全能爸的上帝大屏，伊要为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同的相通，做赦免，肉体国我，永远活命。阿门。这是请坐。这是咱的交通启门古圣诗第16首。愿上帝怜悯阮，赐福阮，通互世界知你的道路。上帝啊，愿列邦阿罗你，愿万国快乐，因为你要照公道审判列邦。上帝啊，愿列邦阿罗你，地已经出土产，上帝要赐福阮。这是请阿头撒加的祈祷。天父天父上帝，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你的疼痛、你的怜悯甲照顾，方伫即时会当搁一遍带你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主你。主便因为安尼来满心感谢主你。主，阮知今日有真侪阮的会友特别是王彩云姊妹。因为伊血糖过悬，到即马伫咧马街病院伫治疗中。愿上帝特别看顾伊，带三个地点，伫搭5件新结束，伫照顾伊的这年共三个地点。愿上帝帮助伊，通过医生的治疗，可以得到康复。主求你也帮助阮，阮教会真侪人因为身体病痛的，有的手术过，也是还未手术的，愿上帝也看顾因，互因的心无惊吓，通过医生的治疗。互因会通得到完全，愿上帝帮助阮。只是阮也为着阮的国家来祈祷。阮知即马有真侪烟毒、食毒的，抵到真侪车祸，有真侪人的家庭受到灾难。愿上帝帮助政府有能力来处理这代志，互毒品来减少。愿上帝帮助阮。当阮知过去日子当中，检查阮每一个人拄着无共款的艰难，也是背重担的，也是拄着心内艰难、痛苦的，阮即时也拢愿意将阮的重担带来到上帝面头前，放伫你面头前。阮知上帝，你是看顾上帝，你是怜悯的上帝，你是会搁一遍赏赐阮福气的上帝。愿上帝帮助阮每一个人，会当天然来到你的面头前，当一遍搁愿意拍开阮心门，愿来接受王牧师直接来讲上帝的道理。互每一个人会将你的话放伫阮心肝头，成做阮的帮助。
那愿意将今日的智慧为头到尾，恭恭敬敬放伫主你的手中，愿主你亲自圣神来带领。阮伫里面头前恳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这时咱要请三马团契来咱欧罗，耶稣超乎万名的名。
就是咱来讲授上帝话。今日读个圣经有2节，一节个创世纪12章第1节到第9节，创世纪第12章第1节到1节到9节，那三个听上帝话。耶和华对亚伯兰讲：你着离开本地、本族、老爸家，去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我要互你诚做大国，我要赐福你，互你的名最大，你也要互人得到福气。祝福你的，我要赐福互因；咒诅你的，我要责罚伊。地上万族要因为你得到福气。亚伯兰照耶和华吩咐的话就去，罗地也甲伊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75岁。亚伯兰带伊的某撒来，甲伊的侄仔罗地，以及甲因伫哈兰所接触的财物所得到的人野，因就出去要去迦南地，因就到迦南地。第6节，亚伯兰经过迄个地，到伫细咸的所在，到摩尼的上树上丘。迄时迦南族要伫大。耶和华对亚伯兰出现讲：我要将这个地方收赐你的后裔。伊就伫遐为着伊出现的耶和华去座坛，对遐伊迁徙到伯特利当时的山，大埔边，这是伯特利，当时是爱。伫遐为着耶和华去座坛，求叫耶和华的名。亚伯兰渐渐徙去南示的地。佫一位是伫新约希伯来书12章第1节到第2节，已经有最干净的到遐济，亲像云为咱，就着放的逐好的重担，甲紧紧地盘咱的罪，用吞忍来走所安排伫咱头前的路站。着自行看耶稣，就是最新的源头，甲正美的，为着所安排伫伊头前的快乐，就无要紧凌虐。忍受十字架，担坐伫上帝宝座大屏。这是请会友，咱最近来读一摆，因为这是今日的经句。咱读希伯来书12章第1节到12节来，已经有做干净的遐济，亲像云为咱，就着放的大好的重担，甲紧紧填盘咱的罪，用吞忍来走所安排伫咱头前的路站。着自行看耶稣，就是最新的源头，甲正美的。你为着所安排伫伊头前的快乐，就无要紧凌虐，忍受十字架，担坐伫上帝宝座的大屏。真欢喜！咱今日请王牧师来咱讲道，伊的题目是勇敢行天路应许地，勇敢行天路进应许地。弟兄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佫一摆来到咱中原教会，做伙来敬拜俄主。早起长老甲我讲，咱的音响有改变改换啦吼，改旧换新，这是真重要，是传达信息会通互大家袂感觉真这个困难听会清楚啦吼。这教会用心也通看出咱中原教会是教示福音事工的用心包括咱。这个讲台有甲伊这个整修较这个光彩啦看起来。所以咱整个的教室虽然目前无牧者，但是咱兄弟同心合意，会通看出咱即群受呼召的这个兄弟姊妹呢，用心咧军队主耶稣这通感受到即种的信用信心的体会啦伫咱日常生活。每一天拢是咧面对信用课题操练，要安怎落实伫咱的生命中所以通过这个信用要安怎正做咱的帮助，也是咱每一天咱就是爱去面对的一个课题啦。咱今年5月24的主日是圣神降临节，也就是咱教会这期呢这个最后伫一年内底咱最后一个。较重要的提出来这个纪念，还是讲庆祝的这个节日啦，圣神降临节。
就是耶稣离开伊的学生了，应允圣神保惠师要甲遮即个学生三个弟弟直到伊再来。然后这个5月20结束，就当然圣歌队啦，各方面咱就敢若开始喘一个气，就是讲佫有差不多24礼拜、28礼拜的时间才会到圣诞节啦所以咱就可能毋免讲什物圣歌队练诗歌啦，还是讲咱来备办遮个庆典遮个活动，咱敢若亲像一个放假真长的假期，但是事实上是即个时阵才是开始。咱家己爱去面对一个课题，就是即个信仰要安怎帮咱，真做你我的一个信仰生活的一个动力，动力。这当然叫做是上年啦，上年的节期，咱有当时就感觉讲无特别，就敢若亲像真普通，结婚纪念日啦，都无甲太太小表示一下，人无啥欢喜还是讲生日嘛普通是毋是咱的生日？嘛是啊，就是新的一天啦，新的一天其实咱一个新的开始。我意思是讲，上年咱会感觉讲就是普通敢若无真特别，但是咧，颠倒普通才是咱上重要，袂通去失落去的一个时机点啦，时机点。所以咱教会这期咧，伫咱的这个帮站中间，这种咱的信仰超人帮站，这个上年的这期是互咱家己啦，咱家己会通真用心每一天来面对咱家己所信的这个信仰，要安怎真做咱家己的帮站啦。当然，伫咱信的这个信仰中间，咱拢毋茫讲会通追求到一个幸福美满的人生嘛。这是足直接的，这无讲咱基督徒拢袂使去讲这个幸福美满敢若讲咱讲为有所求，敢若毋对，毋是。咱每一个人拢一定有清楚的目标，甲这个将来要去的这个方向嘛这咱袂使讲逐工拢无啥物款的人生目标，所以基督徒咱嘛是共款咱更较清楚咱较清楚。所以咱通过圣诞节这各活节等就是咧提醒咱要互咱的生活真踏实我们的生活，对不起我们的生活很踏实，然后呢可以过得很美满咱基督徒就是希望，不论刚才唱的诗歌嘛不论逆境顺境，我们都可以这样从心中唱出赞美的歌这不简单这不简单。我就是说你去跟朋友讲看看说你现在遇到这个苦难，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是一个新的契机？比如说你神经病，我那么痛苦，你还在跟我讲这个咱基督徒讲咱拄着恶担，我们遇到困难的事情，转一个可能是上帝要为你带出一个新的可能性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在诗歌当中说，这个逆境顺境，我们都是要唱出赞美的歌声当然啦，我们基督徒也都会有遇到这个不顺遂，会心情上会不如意的时候，但是我们很快就会再重新再出发这个是我们基督徒跟其他的朋友这个信仰上的一个很大的差距，这一点也是一个的所以我们在这个人生的期待当中，当然有一些可以逆转的，有些不可逆转的人生里程呢，我们当然说是希望进入一个美满美善的一个这个境地嘛这个就我们会说我去了好的地方后，我不要了，我要再回来不好的生活嘛，不会嘛这个人生里程期待幸福美满的，当然就是不可逆转的就是继续往前走，但是是充满了许多不可预测，就是讲咱有真侪无法度按算的，但是呢咱有一个期待向前跑走这是咱的人生今天的经文这个主角呢，这个主角还没改名字以前叫亚伯兰，这个很有趣上帝跟他有遇到的时候，他的一个对话的情境结果呢，上帝跟他讲的第一句话不是说你好吗你过得怎么样这个家里大大小小怎么没有，也不是说我来跟你介绍我是谁那我们他圣经不是你给你写个就平常的这种的人生这个朋友对话的这个过程而是说你要离开去我要给你的这个应许之地这个很吓人这是真大的这个冲击啦我
本来想讲期待对你，期待你给我一些这个比较温暖的，比较这个充满的这个鼓励的一些什么这个东扯西扯也好了哈。哎，没有啊，你直接就跟我讲说，你就是离开你的家乡啊，哦，你的家乡。当然亚伯兰他这个跟其他我们在座的先生都一样，我也是一样哈。我们有一些决定，我们都要先回去问太太一下。哎，他也去回去哈，哎，所以他应该会回去问他太太说，哎，我今天跟一个就是说上帝的耶和华上帝的有跟他做这个交流啊，上次他这个有跟我讲了呢啊，这样的，那撒拉应该会说啊，你对几位哦，因为阿伯兰迄阵也无清楚啦，哦，伊跟咱讲台湾。四周都是很多神明，我们台上很多朋友也是拜这个拜那个嘛你们的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都也不是那么清楚知道了。所以要不然他的太太这个撒拉刚才说啊，对几位是不是顶个月我跟你讲话的我意思讲，我们就可以想象说他们的夫妻对话是蛮不会到底讲啥啦。太太都很要紧，说啊，跟讲啦，你这个拖好刷工啊，写稿规波波。我有时候在学校有一些事情，有学生的事情啊，什么生活有趣的事啊，回去要跟师母讲他在厨房煮啊，我有时候在旁边就这边就讲，啊，你讲较紧的啦，你在讲规波波。好，这个太太也是她说要不然要跟他讲说我们必须离开故乡。那。咱当时要回来，这条路出去是当时要回来，意思说这个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上帝跟亚伯兰的对话，是要他离开他的故乡，去他要为他预约的应许之地嘛，对不对？结果他回来当然是要跟撒拉太太商量，结果太太当然很多的考虑啊，是不是跟我们以前要去这个巴厘岛度假啊，或是哪边度假啊，去了几天啊，这个假期东欧啊，或是这个美国啊，这个假期的时间，或是坐轮船这个游轮啊，对，咱什么时阵要回来？我平常的物件要小看一下，然后袂使即马若要出国进前就袂使买伤济譬如讲啦是讲什么代志啊，像银行的这些存款的什么假金铺的代志，要么处理一下意思嘛别人叫过来讲，要不然跟他进来说我忘了问了详细问题我没有问了应该是不会再回来了，因为上帝该应允的是讲你去，你就离开然后再去新的地方嘛那所以太太应该问无至少甲我讲要去对吧？讲几半无你对，上帝要爱你带我去对至少这个。结果重点来了，这下害啊！我想这个我如果跟师母讲说，我袂记你嘛，你这实在老饭店愈来愈老，拢袂记讲问重点上主并没有告诉我。要去哪里？哇，这代志大条呢，大条。所以咱讲好啦，想讲，既然都安尼落去代志阮翁就去讲到无好啦，就来做。所以呢，你那个想，我们来想看看要不然应该会去当地租一台最大的卡车啦，比如说要搬家当因到的物件一大堆。好啊，走好啊，处理好了，要出发的问题是。往东、往西、往南、往北、往上、往下，也不晓得了。这亚伯兰这接下去每一个这个行动都会遇到的困难，就是这样要倒我正我的沙漠。这是亚伯兰很简单的一个对话而已跟上帝他在求他说，给他一个有什么样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发展的指引嘛。结果上帝就跟他讲说，你离开你的家乡嘛，对不对？去我要为你预备的地方，就要不然也是就回去，就是好，这个很好的这个指引这个可是我们男人的做可能比较轻轻松较大条了，所以没有问得很详细结果事情就做下去了。这个很有趣这个接下来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说，虽然不确定当时的心情他们是怎么样的，我嘛无伫当场咱跟他看圣经尔，那是你的。那是我的，其实咱嘛拢逐工，还是讲有真侪时阵，咱拢面对这样的一个抉择的时候了。不过很有趣
圣经写下去是，他们就既然上帝跟他的这个应许，他也接受了，他就用信心的选择离开他的家乡，离开了家乡。所以他们的历程其实是在错综复杂、很多的不确定的当中，慢慢的去寻找出上帝要怎么样带他们。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信心课题的操练。很多时候我们都想要是你要跟我很详细的、完整的告诉我的计划，我才要怎么样去做嘛，对不对？不过人生很多的重要的，特别是人际关系、生命的交流，特别是夫妻之间的感情的建立，在都是这样子的。我自己走过这一段历程，虽然跟在座很多的，跟在座咱真多咱的时段比袂过吼，你那时间点拢比我较长，我37年就是这样在经历过。我上次有跟大家分享，那个当然是师母跟我讲的，但是其实我自己本身也是有这样的不确定性啊。无顺娘结婚到我差不多3、4年后，有一天突然跟我讲，伊结婚的头一项足紧张的，讲到底是嫁着人还是嫁唔着人？这声嫁落去就是无回头路呢。我讲你也唔较早跟我讲对吧？其实我自己本身也有不确定的。所以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当你要怎么要一翻两瞪眼，你要跟恁某迄阵的未婚妻讲，我要跟你讲清楚，我才要娶你。其实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但事实上，这个就是我们自己本身在对我们的自己的一个，对咱自己的一个期待啦、期许啦，就说我要把事情很详细的掌握住，我才要做，这样会比较有稳定性嘛，较有稳定性。人生生命的代志，敢有迄种的可能性？讲我会通沾人100%掌握之后，我才去做，所以这个是我们很有趣的一个生命课题啦。所以我到今天，我还在跟师母在同行婚姻爱情的路程。一个最重要的是，他也是一个活蹦蹦跳跳，伊嘛是一个有活命的人啊。伊每一天咧看接的。有伊的学生吼，更近学生啊，家长啊，记者，有伊的朋友。我虽然退休，但是我有我的我有我的这个朋友或是同事嘛，我有教会的牧师的朋友什么，我还是每天都在接受很多的新的信息啊。那我也是一成不变吗？我也讲头壳就死死正正的讲，就是迄个结婚迄个时间点袂变啊，不可能。所以有真侪个有环境的变迁嘛，即嘛气候愈来愈热，行一下路咱就呢，风会大，还是讲对外口转来，就是会影响那个两个人的生命的交流，是一个不可确定的一个可能性。虽然我们有很多的经验，37年的经验，但是呢，每一天都是要去面对的，对吧？所以我的意思说，那个不确定性在当中就在实现。就像亚伯兰跟撒拉一样，他们在实现生命信仰的追寻的那个确定性，那个确定性。真证明哈，因两个阿母所带来今仔日世界3大宗教的主要来源，就是从他们夫妻开始，就是咱今嘛咱中东并变叫到今嘛还没法度解决的中东的问题。这个以色列犹太族群跟这个伊斯兰的这个以实玛利的后代，还有这个我们后来耶稣基督来之后的基督徒，真趣味当年伊嘛无去想遐多啦就敢若讲亲像讲咱每一位咧建立家庭，咱嘛无想遐多，讲这个我一个心来看讲这个上帝祝福，行行顺顺，咱的家业。这个囡仔，我伊说，这是一个真趣味的一个发展，所以他们两个这个夫妻的这个生命的这种历程呢，就在他的这个决定的过程当中展现出到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些影响。所以能够让亚伯兰做这件事的基础是什么？当然，第一个我们看到上帝的应许嘛，上帝应允伊嘛，上帝讲我要互你有这个
新的发展，一个子孙大国，要祝福你，要照着你来祝福万民。这就是一个真重要的基础，上帝应允。上帝对咱每一位拢有一个真重要的应允嘛，就是生命永恒的这个应允，这是最重要。对咱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个体、每一个生命，嘛拢有共款，做这个独一无二的这个生命应允。所以，我们基督徒不会去说：“哎呀，我要去学你，我要去跟你比较，才会成为我生命存在的价值。”咱基督徒不需要呢。你会唱歌，我袂晓，我就要你唱班，我要想办法像你一样会那么唱歌。这个，我很想要玩这个乐器哦，我没有机会啊。每次看到青年他可以弹的，哇，这个有那种有一种 feel 哈。我想讲，我退休了，我来买耳光买哈，没机会啦，不用，我就是说，我不用去那边证明说，是不是我要跟他一样？对不对？我们每个人才能，咱的才能啊，上帝和你的恩赐拢无共。所以咱每一都是个挖出来的对，挖出来哈。所以咱通过这个应允，咱就要甲咱支持的人得到祝福啊，是不是？你每一摆讲出一句话，你这个亲切的关怀，拢可能是真做一个人的生命的转变。这咱基督徒咧做的代志都是安尼。所以真侪时阵，咱有可能咧去较会handle就讲，咱要有人多，我们要人多。教会的财务要健全强大，我们这就像某个教会哪一个，我们才可以做事工。各位弟兄姐妹，我也常常跟各位讲分享的基督教会如果以我们这个南北教会、长老教会这个在19世纪到现在到21世纪，我们基督教会的信徒，包括1938年、民国38年的一些从中国大陆过来的加入到现在，你看每在分析。如果以人数来看，我们都是少数。咱基督徒拢是台湾人口少数，无什么款的足明显的讲，像国旗安尼往丢甲管，没有，还是讲韩国教会这样，没有那个，那你是不是说上帝不爱我们？还是我们没有得到应许？不是啦，是上帝通过不一样的应许的方式来成就他要拯救世界的这种使命嘛，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一样，我们每个基督徒只要能够把我们所领受到从上帝所领受到应许，我们就这样好好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把它活出来。就算是你一个人，你也是有机会啦，是不是？咱教会就算讲一个人，咱嘛是有机会。这是真重要一个咱的课题哈。所以咱来对咱自己的选择，既然我们选择这个宗教信仰，这个跟随主耶稣。这个义无反顾的，我们要跟随他的时候，我们要对自己的选择有信心啊。纵使环境变迁的挑战的这种冲击，就是讲咱选了咱就期待讲选了对嘛但是有很多的过程，我刚才分享的，有很多的历程会冲击你的选择的信心，打击你，会打击你啦。包括咱各咱的身体健康嘛，肉体软弱，咱上对个受到这种的冲击，你就会感觉讲，这个信仰有没有帮助我？我信了有价值无啦？我娶这个某敢有价值？这是冲击啦！这个是信心会受到冲击啊。很现实的冲击所以我们大环境在变迁的过程中，你的心思意念就是在不断的在就是这种的，这个大的这个环境中间的操练嘛，这种会就给你不断给你冲击，磨你的心智啊，所以咱唔当现在讲这个父母心嘛干母心这做老爸老母了才知影讲，做父母亲之后才知道。为人父母的这种难处，这个就是一个例子做了父母亲以后，真的就是被儿女磨心智生囝足期待做老爸带囝教囝你要发现讲早咱常常讲早知道这个太晚了早才有卖这对咱自己有信心
咱的选择。所以人生有真侪无共款啥的，拢是选择即个来为有信用嘛。哦，咱有即个相信。哦，咱相信这，当然咱的赞助也无共迄个影响啦。当然对生命的选择，咱那是上悬的、上影响上大的。啊，当然还有其他。哦，对职业的选择，对对象的选择，对这个工作的选择嘛，这边哦，拢是对遮开。所以阿伯兰甲这个撒拉对上帝做出这个人生的选择，所以伊离开家己所熟悉的家乡，哦，这故乡是新的这个境界。咱可能过去早期啦，吼，早期咱有可能咱有朋友亲戚，哦，迄阵要移民美国无遐尼简单啊。足辛苦的，对吧？辛苦啊，就安尼啊。咱最近看这个电子业的这个黄生，因的家庭嘛是安尼。咱可能嘛有亲戚朋友嘛是安尼。所以无讲啊，去美国较好的代志，是一个选择，对家己的选择的信心。啊，无出国共款，南部搬北部，迁徙来北部，北部迁徙去南部，共款嘛。哦，对东方西方。我去西方，迄个东华的时阵嘛，华联台东拄着真侪咱西部移民去迄边的，去东华，哦，去地上台东，我拢拄过。以前因的故乡是伫西部，这拢是一个新的境界选择，哦，新的境界。所以对家己有信心嘛，有，咱就会做出这种的决定。所以伫这个搬山的过程中间，较主要就是地理环境嘛。啊，像我为新竹来台北，咱台北去这个花莲是嘛？咱感觉中都是去考虑，我们会考虑的只是可能比较大的这个影响，就是地理环境的变迁。哦，因为我即马人伫新竹，伫台北可能新竹的代志，我都哇，爱差不多点外钟的时间，咱无法度，咱就感觉讲哦，有一个距离感，哦，距离感。啊，所以咱伫这个大了环境。啊，这是自己很熟悉的环境，我们就会觉得说啊，我目睭你这个开起来，我就会晓行去中央教会，这条巷仔路当时弯着我咱足清楚，咱是真安稳，哦，咱会感觉真舒适的这个原因，其中一点是这。但是咱也有真侪时阵来面对这个变迁嘛，哦，咱需要刷，哦，啊，当然上主要就是出国读册啦，吼，即马少年囡仔出国读册。哦，啊，一飞就飞到什么10万8千里去啊！哇，太远了，要看一下面头，可能等伊读册读了，啊不是食头路，哦，就业，哦，啊无就是这个有新的这个计划搬线啦，吼，登记。所以咱来面对这种的移动，啊，但是咱有决定，咱就会感觉讲，爱去做一个决定啦，就讲咱感觉讲，这就是一个新的开始嘛，新的开始。好，新的开始，你很多就是很多充满不确定性，要适应的，哦，那这是你要有勇气在，哦，要有勇气嘛，好，这是第二个这个再来第三个层面才是比较心理上的，哦，心理上的，爱调息，啊，你车开了去，啊，车子去，然后坐了去，飞机坐了去，但是你到了以后，那才是要去面对的课题，就是你的心境怎么去调整。哦，里面，所以你来讲语言袂通，哇，你就要去面对这种的文化这个隔离，哦，你别讲沟通，你要跟人家沟通什么，就有很多的这种困难。但是你要怎么去面对，就是你要不断的调整嘛，哦，你的心境，这个才是更重要的。哦，咱常常时阵讲啊，这个环境变迁嘛，心无变上好，我对你就是这个初心拢无变啊，起初的爱心哦，咱常常咧讲，环境变迁拢无要紧，但是上困难的是这，因为我头先讲过，变你的心就受到冲击嘛，信心就受到挑战，你勇气就会降落，哦，所以心理上的调息这最重要。所以伫阿伯兰甲撒拉因这个新的这个决定中间，这就是咱要去学习的，我们要去学习的一个很大的另外一个课题，就是咱的心理调息。咱无因为讲年岁多，愈来愈这个年长啊，咱就会开始就讲我无路用啥。想讲发现新的可能性，是讲我这个时阵我通做啥？你都爱去看这个新的可能性，发现那个新的，所以心理性的调息最重要的一些所在啊。所以咱特别对，只是咱家己啊，哦，
你对家己无支持，别人你要等别人啥人要甲你遐大诶支持。就算要嘛是拢无法度24点钟，因为伊是伊，我是我，就算上亲诶人拢是共款。所以我常常甲无孙女讲咱两个顾好，家己顾好吼。虽然咱两个即马生活做伙咯，但是爱想你就是我，就是我。总是有一天爱去面对，就是即个代志。所以咱爱家己支持咱家己，袂当失去即个信心。对咱家己的迄个，但是即个自信，我常常嘛甲，当然少年囡仔会常常会拄着另外即种的信心的过度的信啦，就是伊的能力可能到即个第八届，就8趴的即个能力，伊可能就是伤过头了，可能食到伤到10趴去啊，伤过碰风去是，即个就较危险啦。所以咱家己爱有一个，袂通过度，嘛袂通伤消极。所以咱家己爱支持，咱的信心袂通丧失，咱的信心袂通丧失。所以咱当然最后就是爱去对着上帝的信心，咱像阿伯兰共款，无真详细人生地图，甲你画出来讲1、2、3、4、5、6、7，但是呢，因就是无受地理环境的限制，也是讲改变因的信心、心理上的调整，不但拢会通得主，自行看耶稣意思就是这样。这样通继续来向前跑走，所以伊的信心是愈来愈坚定啦。因为咱会拄着愈来愈多无共款的人生历程嘛，所以咱一年一年所拄着的这个经验，也是讲经历，就是真做咱，互咱的信心会通更加坚定，更加坚持咱行这条路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吼。对无啥信到确信。无啥，这个多马的故事，咱嘛拢读过，也是听过。伊就讲我无亲手摸着看着，我无要信。是人生的过程中间，咱有真侪代志，充满不确定性。咱的心会去无讲真稳定，嘛是安尼，无要紧。但是咱对主的信心，咱无去失去的是，咱就是向前行。所以伫艰难的时，咱就爱自行看，共款自行看。去看这个艰难所拄到的这个原因，这个种种的可能性，咱无去注意到的，安尼就会通伫迄个历程中间经历过嘛。所以当咱经历过时，反倒心来看的是，为什么咱有迄个资格，还是讲迄个经验会当去扶持迄个后壁少年的，还是讲较无经验的人，就是因为咱有经历过嘛。但是咱毋是讲我较厚，你较笨汤啦，还是讲你有去注意到这无？你有去注意到这无？伫即个时阵，你看袂到，无要紧，因为你暂时就是因为你的角度，还是你的立场，咱人鼓励伊嘛。伊就讲你是安怎？我就是迄阵甲你有小可共诶。迄阵我就是安怎，徛伫即个所在。咱会通诚做伊一个真好的朋友啊，甲伊扶持、照顾、引带、陪伴啊。毋是甲伊指责，毋是甲伊指责讲你笨蛋。都明明伫遮，你都看无，所以这共款吼，这人做是大人啦嘛是共款吼。咱个囡仔毋是讲我着以前就是安尼失败过，还是讲你点啊戆着？毋是，你都要甲伊讲，做伊的朋友嘛，甲陪伴就是讲做伙来行天路。伊无看到无要紧，因为咱嘛是安尼经历过，所以咱做伊的朋友陪伴伊，提醒伊，甲伊支持，免得到讲伊一声就讲。失志去的时阵离开，安尼是较可惜嘛吼。所以这是真重要的对上帝的信心所以人生的选择，其实讲起来啦，这个历程，每一个人拢是一本真精彩的故事册。就是讲，当然，咱每一个人无一定拢较好讲啦，还是较搞笑。但是你家己静静想，有当时你若来看讲，你过去对少年甲即嘛，每一个人拢真特殊的这个人生历程的故事，通去来讲啦吼。所以咱教会若讲办一个这来讲故事比赛吼，莫讲比赛来讲分享，迄真精彩啊！讲袂煞，讲袂煞吼。咱每一个人的历程当然毋是讲这当然年长历程比较长的讲的故事比较长啦，比较多这个故事，这个年纪比较轻的可能故事比较，但是我其实我每一摆有机会来吼。我听故事吼，听少年故事嘛，真精彩吼。像我顶一摆来听迄个
咱后中路的学生咧研究这个心脏的代志，我听啊足精彩，我听得很精彩啊！我就说，这个是很好的故事啊！哦，我学到的啦吼，讲这是对我来讲，这是叫做科学的普通常识，因为伊家专业的转化做是普通的话语互我听，我听有，这我就学起来。但是我袂使去人讲我专家啦吼，我是讲对这个事情，我就会有一个科普的哈，这种科学普通的常识。我足爱听的，我足爱听，我听就我是讲，然后新的可能性我就是吼，所以这就是一个人生生命多彩多姿，咱这个信仰的课题嘛是同款。我们的信仰课题嘛，都是这样所以你就袂感觉讲我这人生敢若是拢是就偶有的就悲惨的我的这个生命历程好像都没有啦。每个人的生命历程，在上主的眼光、上帝眼光，唱的都是很独特的所以我很喜欢听弟兄姐妹的信仰历程的分享信仰这样这个就是我们。每个人，你要在凭借对上帝的信心的之下，你就可以注意到，你的故事是多么有趣的那个有趣不是讲，刚刚大概安尼讲是可以学到的，是可以成为人家的激励，会当真侪人的鼓励激励所以咱通确定，无一个人的选择一开始就是完美的嘛，但是咱会当相信，讲成功的人拢是愿意来。打出第一步的有迄个意愿，甲迄个勇气的。所以咱人生生命就开始选择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作为我的信仰人生的一个导师、指引者、救主，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别人没有选，还有很多朋友都还没选，但是我们选了，这就是说，所以今天上帝在邀请我们跟随亚伯拉罕，他后来改成亚伯拉罕。我们要想看看，是不是还继续留在安稳自在？你觉得现在不错，还是说你另外一个对立的，就是你还觉得你不是很好吗？你的生命是一种暗淡无光吗？所以我的意思说，这个跨界的心境的邀请，上帝现在在邀请你，所以我们有没有愿意要回应呼召？说好，我每一天都要来跨界，面对新的挑战、新的可能性。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学习然后呢，我们是不是有愿意来跟人家分享我们的生命历程嘛？也去聆听别人的生命历程。教会里面不是只有在讲一些这个品足论道的话语的事情咱常常会感觉讲，去讲人的这个我较知嘛，所以我还讲出对的代志。是啦，有足多时阵代志要处理好势。就是人生生命的历程是互相学习的，是碰撞的，是一个新的可能性。在这种不确定当中，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充满许多不确定性，所以我们这个不完全的生命，在这样的一个碰撞当中，在上帝的带领下，我们就可以成就出一个完美的生命嘛。这个是基督教会的一个很重要、很有趣的地方。咱基督教会做区别所在。咱若大家拢是已经天使咱就免伫遮聚会嘛。但唔是讲因为安尼，咱就家己创较歹啦。是讲，咱就是伫遐学习。我们是一群很可爱的一群人嘛。我们在这边互相学习。互相学习不是谁来带我谁。我说这不是在做手工啦我是老师的经验。是上帝在带你，通过耶稣基督带你到我。我们是耶稣基督带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因此而自己得到这个福气嘛。这上好的至宝的这个福气，咱得到。咱朋友嘛要因为咱安尼，咱家己咱这的这群，伫这个所在中原教会兄弟姐妹，我们这一群很可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就是不断的信仰历程的成长，所以我们可以互相扶持、互相提携、互相鼓励嘛。之后呢，我们很多我们上班的朋友、同事，我们的邻居左右，我们参加的社团那些朋友，他们都在会有机会。会感受到我们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转变，这个上好福分的这个弟兄姐妹，所以我们每一天，我们就是在对吧？有勇气跨界，然后呢，因为上帝的应许，上帝应允你甲我要甲耶稣基督的听，多好四周的人，上帝福气
通过你甲我了来建立上帝国，那个应许之地就会在我们的当中来实现出来。唔免等到过耶稣基督最后迄天来时，咱才要实现。咱即马就是起做这个上帝所要应允互你甲我的这个福气的所在。咱中原教会就是一个开始啊嘛。当然其他教会嘛是，你来看，你的家庭嘛是，你个人本身的生命嘛是。所以愿做话真做你甲我的帮助，咱每一天拢是活伫上帝祝福福气的人生。咱同心来祈祷，感谢主，让我们在生命当中可以认识主耶稣，特别通过主耶稣生命的一个指引，让我们可以回应上帝的呼召，走在这美善永生之路。虽然我们环境变迁会遇到许多的挫败，打击我们的信心，但是感谢主，你也通过许多见证者，如同云彩会围绕在我们的四周围，就像耶稣基督一样的来带领、照顾着我们，陪伴着我们，来同行天路。愿主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中心教会继续的在上帝你所选召的这个应许之地，来为主发光作盐，来引导更多朋友领受这上好的福分。祷告靠主圣名求，阿们。这是咱们来引导上帝话，咱这是要念圣诗622首，至大上帝原理带我，咱来念全首，请起立来念。至大上帝原理带我，阮家今世曠野地，我真愿了你大愿力，因手看我无犯罪。天的美牛，天的美牛，求你佑持我，求你佑持我。我命罪全叫你收拾，我心碎大大阴谋，那条魂条叫你献出，带我到要行天路，全能救主，全能救主，使我开来永保护。开来永保，你行到约旦河去，行也摇伊免颠簸，太阳是一地角的主，保我阮到迦南花，我就因是，我就因是。我感谢我努力，愿感谢我努力。阿门。请坐，这时请咱备办心来奉献。
就是请起立来给梦开始。这时请咱游玩起来，咱吟上营402首，吟诗线，咱请黄牧师弹作导，圣诗402首。困求主领带我脚步，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困求你甲我大脚步。愿恁通平平安安倒转去，因为国外主要甲恁相甲伫地，无论恁拄着甚款的境遇，伊要扶持、安慰、保守你。但愿主要所记的恩典，天父上帝听从，圣神保惠师的感动，甲正兄弟姊妹相甲伫地，直接直到永世代无煞。阿门。请坐。这时我来简单报告。后礼拜有担任事奉的同工，请备办心提早来教会。奉献的报告请家来看。若有定答的，礼拜煞，咱有时间结束再讲吼。消息的报告，后礼拜咱这聚会煞了，要伫4楼召开中职会。兄弟若有啥物对教会有啥物意见，请提出来通知。这时咱要请迄个这礼拜，咱特别为着咱身体欠免的兄弟，再照顾因的亲人来祷，恳求主同在扶持，行到艰难时刻吼。带张老娘吼，明仔载要开百年葬啦吼，咱特别也为伊祈祷啦吼。开百年葬该开个都真紧张啦吼，开了就好势吼。咱也为着伊祈祷迄个为着你张老娘祈祷啦吼，伊目睭开了好势好势啦吼，今日来咱中间啦吼，你张老娘吼，伫遐吼，咱嘛孝念伊吼，咱也为着迄个林牧师吼，林牧师娘吼，伊迄个时间久啦吼，所以咱来请黄牧师来为着这祈祷，甲保留者吼，到迄个吴爸爸吼，他肾脏吼，天天要喝很多的水。喝完水1个小时就要上厕所一次很辛苦因为肾丝球30而已那特别为着这人祈祷有一些我们没有提名啦，希望给本人有一些问题咱在祈祷中，愿上帝来带领咱这时请黄牧师传来祈祷啦咱同心来祈祷，主上帝，阮是你所创造的囝人，虽然阮对你遐领受属天的福分，也有你的灵命伫阮的生命中，但是阮犹原也是土阮所做肉体，时常也会伫阮的生活中拄着艰难、病痛，
这种种信仰生命考验，主原理的神，甲阮三个伫地，你也是阮患难中及时的帮站。当阮伫即个困苦患难的中，你无要放杀阮，是通成做阮倚靠的关台。天父上帝，阮伫即个时阵，也要来为着几位阮的兄弟因的需要来献上阮的祈祷。特别，阮要为着蔡芬姐伊的血糖过悬，需要疗养主阮即个时阵，愿你帮赞照顾、保守蔡芬姐。也阮也为着阮所敬听的林牧师娘伊的手术了他复原身体复健，拢会通伫主你的一个保守来日日来勇敢心灵主你一个圣神的开达喜乐，日日甲阮牧师娘三个伫地。也阮为着保留这身体欠安，愿主你眷顾。阮也特别恳求你甲遮个阮所提名的兄弟的遮个亲人，拢会通有主你的神，甲因三个伫地，全因开力咧陪伴照顾的过程，需要体力、耐心，愿主你甲因三个伫地，使因对你遐来会疼心，做伙甲遮个兄弟三个来继续跑走头前的人生道路。阮也为着其他要身体需要即个复健治疗即个兄弟，阮也共款愿主你眷顾保守你的手甲因三个伫地压榨保护因。也为着阮久久无来聚会兄弟，因可能有真侪是可能工作上、生活上种种的颠簸，地主教无来到教会来礼拜，愿主你也共款会通通过即个圣神保惠师即个为着因关顾照顾，互因无地主教因为久长无来聚会，或者是出外各方面就业地主教无聚会来离开主理，通因的信心坚定，继续起调伫主理。这个时阵，阮也要特别为着颜长老因的家庭甲即个王珍珍技术因的家庭因来提名，为着因即个家庭即两家庭心灵的即个得到保守，阮献上感祈祷，愿主你继续保守带领因即个家庭，通伫主你的疼痛内底日日成长家庭和乐，通兄弟姊妹大家拢会通伫主你的疼内底继续来起造上帝的国度。阮伫你的面前摆列即个祈祷，愿主你耳康听，照你的旨意、你的即个带领来成全。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圣主名求，阿门。这是叫咱要祷来结束今日的聚会。
后来咱即时来夹平安礼，啊，咱就周围人在握手，啊，等讲要多喝水哦，吼，再听。